如果你最近有留意樓市嘅新聞，可能已經見到呢個消息啦。BC 省同聯邦政府最近提出研究買入超過2200個未賣出 condo 單位。咁究竟係好消息定壞消息呢？對買家、賣家甚至乎唔買樓嘅人又有啲咩影響呢？我一陣同大家講下，因為先睇下6月嘅樓市發生咩事先啦。Hello， 你好，我係嘉怡，溫哥華嘅地產經紀。如果你一直有睇我啲樓市更新呢，今個月嘅數據其實冇乜大嘅驚喜。6月成交量比去年同期增加接近10%，市場比去年活躍咗少少，不過成交量仍然係低過10年平均嘅水平，而整個樓價大概都比去年同期低咗6% 左右嘅。所以如果要一句說話去總結啦，我會話市場係有改善嘅，但係買家仍然有唔少嘅選擇。好啦，講翻頭先嘅新聞啦。最近政府就提出研究一個 program， 考慮買入部分未賣出嘅 condo， 再轉做 affordable housing 或者 rent to own。不過先講清楚，呢個 program 仲有好多細節係未公布嘅，咁所以而家就未需過度去解讀呢一件事。但係我覺得最有趣嘅地方就係唔係個 program 本身，而係點解會出現呢一個討論呢？因為一方面好多人仍然覺得買樓係好艱難，另外一方面市場上有好多新嘅 condo 未賣得晒，咁而政府而家研究嘅就係可唔可以將呢兩件事連埋一齊去處理呢？咁對你又有啲咩影響呢？如果你係買家，有人會覺得本來有啲發展商之後諗住減價先至賣得出嘅單位，咁如果政府買咗，將來買家見到呢啲優惠或者選擇，咁就可能會少咗啦。咁但係如果你話係 condo 嘅業主又或者賣家反過嚟睇，少咗一批未賣出嘅新樓同你競爭，理論上可能係一個正面嘅消息嚟嘅。不過大家亦都可能會問，咁2200個單位究竟係多定係少呢？咁我就覺得唔係一個細數目，但係放喺一個大溫市場入邊就未話足夠可以改變整個市場嘅方向嘅，所以我覺得而家仲係太早講呢個 program 會令到樓價升定跌。咁如果你唔係買樓又唔係賣樓，係一般市民，可能最關心嘅就係呢個 program 值唔值得用納稅人嘅錢去做呢？咁呢個就真係見仁見智啦。有人覺得增加 affordable housing 係一件好事，但亦都有人覺得未必係最好嘅方法。咁未來幾個月如果有啲咩嘅更新呢，有啲細節嘅公布呢，我再同大家做一拆解啦。記得繼續 follow 我同埋 share 俾身邊關心樓市嘅朋友啦。拜拜。